疫情拢未退，国内的中检医专家就提出警告，讲这一届这新型冠状病毒，因为讲伊的变化真悬，死亡率又搁比 SARS 跟 MERS 也搁较低，佮再加上无症状人传人的案例发生哦，传染的速度比较较紧。若是讲依照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将来无得看会演变做季节性的传染病，台湾就要赶紧开发到台式的这试剂药物或者是疫苗，建立家己的抗疫能力。武汉肺炎的疫情是真厉害，国内中研院专家嘛警告讲，这届新型的冠状病毒未来恐惊会变做季节性的传染病。它继续传播下去，那它有可能将来会变成另外一种流感病毒，就是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适合它传染，它就会爆发。那到了夏天之后，因为温度的上升，让它的感染力下降，那它会往下降。专家讲，有可能会变作季节性传染病的原因，就是这届新型的冠状病毒有3个特别的所在，因为伊是 RNA 病毒，较会起变化，也就是讲病毒入来咱人体内，伫咧传的过程，病毒会甲咱人的免疫系统相战，为着活落来，病毒敢若会当一直变，加上伊的致死率比 SARS 佮有 MERS 佮较低，佮有无任何的镜头人传互人的案例发生，也就是讲无明显的镜头嘛会喂互别人，所以咧传的范围较宽，速度嘛较紧，这个拢互病毒传开的风险增加，防治的工课嘛更加严到。假使我们这个试剂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监控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，尤其是无症状的感染，我们能够发展一个有效的疫苗。这个疫苗一旦产生之后呢，我们施打疫苗，我们第一个可以保护自己，第二个呢就可以降低它的传染给别人的机会。专家强调，因为病毒已经有无镜头人喂互人的案例出来啊，加上佫有透过屎来传的可能，互病毒佫较高传开，所以嘛呼吁国内爱赶紧开发检测试剂、药啊、甲疫苗，建立对抗疫情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